Zimon leje kengkangsa. Some kenyi lora lazipa gasikha. Nga lode yi. 俺你做也，路途错，迅速配置将主动的你，中切的那段插节前你节前将月， Lotu tso. Nganzi sheri ka logon jene. Terin ka nuden tso la lojung shishe. 中切的罗瓦对恰，城市之肺上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新的城市不断出现，老的城市不断扩展，城市人口日益增长，越来越多的人集中在城市里，带来了许多新问题。最使人头疼的是空气污染严重，以及噪音扰乱着人们正常的工作和休息。城市的出现往往会破坏自然界的生态系统。要使城市更适合人们生活，必须种植大量的树木花草。于是，大城市里开辟了许多街心花园，建设了林荫大道。郁郁葱葱的树木花草是城市的绿色卫士，人们把它们比作城市之肺，是十分形象和确切的。因为这些绿色卫士不仅能吸收空气中过剩的二氧化碳，调节城市空气，而且能降低灰尘污染。叶子表面的绒毛和粘液能吸附飘尘，阻止灰尘微粒蔓延。迅速配置将主动的你，中切三八仓没切把中日月啦，中切你把一直接着。中切的么中年代的节目的多日月，么蒙波中切的女的些呢，那的三八蒙波些中些多，亲哥那瓦些呢，卡乌包住插这些把刀，这只么做着对着里个当错完了，新恰龙把的人，中切兄弟，荣兄看着先看马路啦，多些些人多，中切的么nam着错完肉完了，长把些的东西呢。你把的杂志行动没度，很数蒙本做给，点点中间全部也送着的没度等着当，简直两千组这些月。我天天个杂志是得到中间的用度个送毛业，没那么就可错了，中间的老瓦些别的抢着瓦些下月了，用度个送毛的到给卡务这着。用你双针着呢，中间将卡乌娘这些节，大东查得着包住将兼用的东啦，罗马人着巴不当，家去查得的那些的，查得却把它念过些。个人的拉蒂查节，俺去他年沙巴开些用大这些。郁郁葱葱，我听听。蔓延，确吧。于是，大城市里开辟了许多街心花园，建设了林荫大道。郁郁葱葱的树木花草是城市的绿色卫士，人们把它们比作城市之肺，是十分形象和确切的。对对，中间全部也送着的没度的拉当。建筑两千组这些月，我听听个杂志上得到中间的用度个送毛钱，没那么就可错了，中间的老瓦些别的抢着瓦些下的月。但俺今年的他念这些过来记得，他念这些词语解释：郁郁葱葱，郁郁葱葱是形容草木苍翠茂盛。也形容气势美好蓬勃、生机勃勃的样子。我天天是把呢，杂志上读见三秀点把那个。蔓延，蔓延就是如蔓草滋生、连绵不断的意思。确把是把呢，人前没把它久一点。写的什么？语言文化小贴士。印第安人相信万物有灵论，他们崇敬自然，对自然界的一草一木、一山一石都抱以敬畏态度。他们认为大山是有生命的，
并把这些山称作父亲。印第安人相对比较封闭，他们不愿陌生人打扰他们的生活，直至今天。西雅图被称为长青城，创建于1869年，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城市。它海拔最低，却有古老的冰川、活跃的火山和终年积雪的山峰。西雅图又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城市，它拥有青山、湖泊，拥有港湾河道、四季。无论是在美国本土，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，几乎找不到第二个城市能像西雅图那样，山峦、平地都被密密的、几近原始的森林所覆盖。市区内外皆衬饰着幽静的港湾、河流、绿树，掩映着色彩丰富的街市。俺亲娘的，他念沙巴地座下用这些。郁郁葱葱，我听听，蔓延。去吧。于是，大城市里开辟了许多街心花园，建设了林荫大道。郁郁葱葱的树木花草是城市的绿色卫士，人们把它们比作城市之肺，是十分形象和确切的。对对，中间前不有松地的美都德拉岛，建筑廊前组这些月。我听听个杂志些得到中间的中度个松毛线，没能接可做啦，中间的老瓦些，别的抢着瓦些下边。老主错，前期带领个奴的出马写一选，但俺去举行了啊。老主座，我个家一弄，前把些别他念的工人。C 蔓延，连地所，验证的这主不错，但俺今年的带领个龙菜奴的用下进段啊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新的城市不断出现，老的城市不断扩展，城市人口日益增长，越来越多的人集中在城市里，带来了许多新问题。最使人头疼的是空气污染严重，以及噪音扰乱着人们正常的工作和休息。城市的出现往往会破坏自然界的生态系统。要使城市更适合人们生活，必须种植大量的树木花草。于是，大城市里开辟了许多街心花园，建设了林荫大道。郁郁葱葱的树木花草是城市的绿色卫士，人们把它们比作城市之肺，是十分形象和确切的。因为这些绿色卫士不仅能吸收空气中过剩的二氧化碳，调节城市空气，而且能降低灰尘污染。叶子表面的绒毛和粘液能吸附飘尘，阻止灰尘微粒蔓延。老主错，带领个老者参的人就建议，打出马demo起，demo，主播起我个前年按住兰扎西些呢，俺去连菜努去那，来些将农把些连比过个月。